總價300零萬就可以買到雅居樂魚龍山金色嗰靚全新裝修，直接拎包入住嘅4房5米嘅別墅。門前咧就有2個停車位，擺放2台勞斯萊斯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過嚟呢一邊咧就係我哋嘅前花園位置啦。呢個前花園咧比以往嘅咧都有大翻少少嘅，都有個40平方嘅前花園。經過台階步步高升入到我哋前花園嘅位置，呢個位置咧到時可以擺放個鞋櫃嘅位置，空間咧係非常之闊落嘅。我哋1樓咧係配備我哋嘅長者房，長者跟我哋住1樓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喺我哋左手邊咧都係配備咗定制嘅衣櫃，呢邊望出個採光通風咧都係特別舒服嘅。喺我哋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 L 型嘅廚房，空間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實用面積係非常之大嘅，呢邊咧擺放個8人位嘅大餐台，空間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業主咧係做咗好多嘅儲物空間，一排嘅大櫃啊，空間係咪特別舒服咧？現時呢個開間咧係將近5米嘅大開間，層高咧4米嘅，上邊咧原本係個中空位嚟嘅，上邊個房間咧係全贈送嘅，所以實用面積咧係高達330方嘅，而且嘅後花園面積咧都係將近120個平方，非常之闊落啊！呢邊咧係做翻個休閒空間，喺度飲茶、嘆咖啡係非常之舒服嘅。2樓咧目前係做翻2個套間，而且每個空間咧都配備衣帽間嘅。3樓咧係我哋主人房嘅套間，加個30平方嘅大露台，空間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地下室咧係將近80平方，現時咧係做咗影音室，然之後帶2個車庫，入乎1樓空間咧係全贈送面積嚟嘅。如果你最近喺度關注雅居樂魚龍山全新裝修，直接拎包入住嘅聯排別墅，要大花園嘅別墅嘅話，一定要過嚟現場睇睇啦，因為登田路咧馬上就開通啦。到3鄉嘅中心位置咧，僅需要5分鐘嘅，到中山溫泉啦、打啲高爾夫啦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而且呢度背靠5桂山，空氣質量又好嘅，到中山市區咧都係20分鐘嘅。非常深受港澳人士嘅中意。如果想睇呢層單位嘅話，記得揾小波子，因為小波子公司咧就喺樓下嘅德賢優選房嘅，睇樓係非常之方便嘅。睇樓記得揾小波子。